七股区公户实小的小朋友穿着黑面蓝白服装，以活泼古早舞蹈为2025台江黑皮子活动揭开序幕。27日开幕仪式，邀请到内政部、农业部等侪机关代表出席，还有市府官员、地方大庙以及人民团体共同参与。请揭晓，哇，有我们的空中舞者象征我们。来，我们这边为什么可以吸引黑面琵鹭来这里觅食？还有很多渡冬的候鸟。讲白了，鸟都很现实的，它有食物吃嘛，环境好嘛。我们推动的所谓的黑面琵鹭的生态友善栖地的营造计划，我们这里从109年开始，我们陆陆续续跟周边的宜温的问族合作来营造这个渡冬期间，如果说有一些收成之后呢，5天放水的水位，宜温的放水水维持到20到30公分，不收下杂鱼，那可以让这个渡冬的候鸟黑面琵鹭可以觅食，还有一些协助帮忙做鸟钓等等。我们1公顷有5000块的奖励金，然后还可以授权他使用黑皮牌的水产品的商标等等。安南区长魏文贵表示，全球目前大约有7000多只黑面腊八，敢若是台港地区就有2000多只黑面腊八来这度过冬天。特别感谢台港各个公园以及地方团体携手合作，才会当有这项的成果。台江这里就有2000多只啊，全国7000几只，占1/3。代表什么？代表其实咱这个团队，包括咱地方的保育志工，包括咱地方人士等等，其实对于保育这个工作相当的配合我们台江的国家公园。咱台江国家公园的团队嘛非常用心的保护。台江国家公园每当举办的台江黑皮子，不仅是年度生态盛事，乡亲社区、政府甲 NGO 的共同行动，守护黑面腊八甲湿地生态。今年的第一只黑面腊八已经伫9月22号现身，了后阁有偌济黑面腊八陆续到来。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为提供冬候鸟友善栖息环境，持续推动生态友善栖地营造。透过 ESG 新伙伴关系，结合企业公司协力，扩大民众参与甲推广，共同合作解决黑面腊八食源不足的问题，展现出多元而且丰硕成果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